喺而家呢個數碼化嘅時代，手機基本上成為咗我哋生活上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無論係社交、娛樂、工作定係學習，幾乎每一處都可以見到手機嘅存在。講真，手機對我嚟講，其實已經唔係一個工具咁簡單，而係好似真係我哋生活中嘅一部分。每朝起身做嘅第一件事，一定就係拎起我部手機，睇下有冇啲咩新嘅 message。無論係同朋友傾偈、錄 reels、聽音樂定係睇新聞，基本上手機係參與晒我生活入邊嘅每一個時刻。所以以前嘅我成日都會覺得，如果我生活冇咗手機，一定難以想像。直到有一日，我嘅手機鏡頭意外壞咗啦。可能係因為出門唔小心跌到，搞到個鏡碎咗。而呢一個小小嘅意外，就令我開始諗起，如果我真係冇咗手機，冇咗鏡頭，其實可唔可以一樣過好我哋嘅生活呢？我哋嘅生活係咪又真係離唔開手機呢？喺過去，通常都會拎部手機出嚟影下相，記錄下自己嘅生活。但係而家因為鏡頭壞咗，反而更加多嘅係用自己隻眼去睇，用自己個心去感受一下身邊嘅事同人。即使同朋友聚會嗰陣，其實亦都冇急住要拎部手機出嚟影相記錄，反而係更加專注喺同朋友嘅傾偈同埋互動。呢種感覺非常之奇妙。可能係因為由手機嘅世界入邊被解放，翻去真實嘅生活入邊。呢一次嘅經歷就好似一場數碼排毒。確實喺過去，可能我自己太過依賴於手機，令我嘅日常生活離唔開手機。而呢一次嘅意外，反而令我重新審視翻我自己日常生活同手機嘅關係。的確，手機係帶俾我哋非常之多嘅便利同埋快樂，但我哋嘅生活亦都唔應該只有手機，應該要學會適當咁放低自己部手機，去出去睇下外面嘅生活，或者可以過得更加自在、更加真實。而家諗翻起，應該要非常之多謝呢個小小嘅意外，令到我重新揾翻生活入邊被忽略嘅美好。或者大家應該都要適當咁樣放低自己部手機，真係用心去感受翻我哋自己眼前嘅呢個世界，唔好被困喺手機入邊嗰個虛擬嘅世界。